大家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洗礼的教训。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还没有升天之前，曾经说：“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”在使徒行传，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彼得传福音，曾经对众人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洗礼，叫你们的罪得赦免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跟你们的儿女，以及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我们主我们的上帝所造来的。”所以这时候牧师要对邱之新、王威新、吴明嘉、刘伟林还有郝思华，你们说，就像当时彼得叫人要悔改，信耶稣基督，奉他的名受洗一样，今天我要对你们说，你们必须深信，如果真实的悔改，告白你们的信仰，奉他的名接受洗礼，这个圣礼点就会成为你们罪得赦免的表象跟印证，又表明从圣灵得重生而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。这时候你们要接受洗礼，你们在上帝跟众人面前必须回答我所问的问题，来告白你们的信仰。首先，你们信上帝做你们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，圣灵做你们的保惠师，你们愿意如此相信吗？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，并相信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？你们愿意如此相信吗？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，尽力服侍上帝，一生行走在他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你们愿意如此行吗？这时候我们来施洗，我们请知心。邱志兴，我用水给你施洗，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会众请起立，好。微心，好。王维新，我用水给你施洗，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。阿们。吴明嘉，我用水给你施洗，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。阿们。美丽。刘伟林，我用水给你施洗，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下。阿们。世华姐，因为她曾经在天主教接受洗礼，所以我们就没有用滴水礼。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完全无可指责。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，我奉教会的头，也就是大君王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富强教会小会的权柄，接纳你们成为陪参会员，有份于主的宴席跟新约的恩典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全能慈悲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如此大的恩典，用这个圣礼点接纳你的儿女进入你的教会。主，我们恳求您赐福保守眷顾他们，恳求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坚固他们，用你的恩典赏赐他们，使他们连结于基督而得到主圣灵的充满，永远在你里面，
当他们遇着试探当中，求神保守，使他们能在信仰上打美好的仗。愿你的能力扶持他们的软弱，保守眷顾他们，安稳在你的爱里，使他们能一生一世服侍你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参加过今天这个圣礼点之后，更能明白受洗的意义。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离开你的道，亏欠受洗的恩典。求你使我们真心悔罪，引导我们回头归向你，从今之后成为你忠实尽责的仆人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